加強式情景教學法係一種有科學實證嘅語言介入方法，目的係幫助促進兒童嘅語言發展，特別係有語言遲緩嘅兒童。加強式情景教學法主張將教學策略同埋小朋友嘅興趣同埋需求結合，強調使用日常互動嚟鼓勵溝通同埋加強語言技能。加強式情景教學法主要有5個技巧。第一，以小朋友嘅興趣為軸心，所使用嘅策略係根據小朋友嘅興趣同埋動機度身訂造，從而鼓勵佢哋參與。第二，回應式互動，能夠對小朋友嘅語言同埋非語言嘅溝通作出反應，從而鼓勵溝通嘗試。第三，示範，大人提供詞彙同埋句子結構嘅例子俾小朋友模仿。第四，減少提示，呢個方法包括提示小朋友使用嘅語言，隨住小朋友變得更加熟練，提示亦都會逐漸減少。第五，鞏固，鼓勵小朋友使用語言，例如透過讚美或者一齊參與活動。加強式情景教學法一共有5個策略，時間延宕係其中一個。時間延宕係指當大人同埋小朋友互動嘅時候，大人會喺講嘢嘅中間稍作停頓，目的係要鼓勵小朋友應用語言，例如發聲或者做手勢去溝通同埋交流。例如，大人展示玩具之後，等待幾秒鐘俾小朋友有機會回應，然後先至做出反應。咁樣可以鼓勵小朋友交流，例如發聲或者做手勢嚟表達佢哋參與嘅願望。我哋都可以俾時間小朋友組織語言去表達。隨住小朋友對溝通開始感到自在，大人再逐漸延長延宕嘅時間。咁樣有助佢哋學習更加主動咁樣表達自己嘅需求或者興趣。當小朋友喺延宕嘅時間入面嘗試溝通，我哋必須要盡量積極回應同埋滿足佢哋嘅要求，咁樣可以鞏固小朋友嘅溝通技巧。當小朋友能夠輕易咁樣模仿大人嘅示範之後，而我哋又喺呢個時候想降低小朋友對大人示範嘅依賴，我哋就會將俾嘅示範推遲，引導佢哋自發講出目標嘅詞彙。我哋製造機會俾小朋友講出詞彙，即係場景入面需要有目標嘅物品。貓貓叫，貓貓叫。同時，我哋提供語境，等小朋友完成句子或者填充。攞住小朋友想要嘅抱抱，然後講：你哋想要吹？拖長尾音，等待數秒。泡泡。係喎，吹泡泡。等小朋友講出抱抱完成句子，然後再將抱抱吹俾佢。